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嗰本又到福氣來的時間咯。唔知大家睇食一個好食的料理的時間，會想到講，一個美食會不會除了好食係樣板做出來之外，係有樣板溫暖也係感動的故事呢？今晡日大家就要同大家來紹介一個好食的飯館咯。不過一個飯館唔單止好食，佢會不會啊？聽講還有幾感動的故事呢？到底係乜嘅故事？我哋接下來邀請我哋的好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吧。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高雄的秋梅姐。嗨，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好，係咧雙好嘅黃秋梅。哇，分享秋梅姐哦，秋梅姐，頭頭我要講啦，同觀眾朋友講，能都卡係做飯館的嘛，做冇？今晡日帶過來，唔單止飯館啊，還做幾道嘅好食的，等下希望有機會好好來了解一下咯。好，我都卡做飯的哦，20-30種，係啊，乜嘅都有，係，乜嘅糍粑啦，乜嘅飯的類啦，嚇。圓的飯啦，粽的啦，反正乜嘅節氣我哋都有。啊，鹽飯的嘛有哦。冬至嗰條含鹽飯的嗰條全部都有。不過睇紹介一條好食的料理之前，應該先請教下秋梅姐啦。秋梅姐，唔睇唔嘅嘅講法啊，哪隻邊行人啊？佢標準哩。我係閩南巴蜀話人。巴蜀話，難怪。過來都阿爸阿媽都搬那屏東去。係啊，把咱女陪，係，嗰時個啊，結實話土量嘅，量啊好高，結種啊土量啊好高，各種啊土量啊好高。哇，攏兩件啦，嗰時個我認識嘅朋友真蠻多，同學又真蠻多。係。你想可能唔同其他新年咧，個冇相同咧，有啲新年咧嗬，見到寒食時節，辦天熱好高，辦天熱好高，見到會嗰啲人講不適應啊。如果唔關係，有等於講見到交朋友啦，講我行唔禮拜宿舍，我要揾人嚟先咧，有啲新年係安嘅，對我嚟講會有影響嗎？冇咧，係啊冇咧，係反正係當有兩個阿哥，有阿姐，係啊，大又係啲老太，我哋5姊妹，係嗰時個。阿哥攏帶回來，阿姐也帶回來，嗰時個唔會冇習慣咧。等於講同自家個性也有關係啦。談可能就係咧個熱情、個發派的人，好冇？好啊，係個愛人咯嗬，都係你個快樂嘅人，係，上到乜嘅都講乜嘅，係，一方面係旁邊啊嗰度個人，係，攏一直攏喺身邊，包括阿哥啦、阿姐爺啦，係啊，老太爺啊，攏對我咁麼好。嗰時行得多那嘢攏帶回來，幾好啊！即係ลูกค้า感情一點好。不過唔知家也有講到，嗰種之後都搬到高雄市過來，搬到高雄來嘛嗬。唔係睇客種嘅環境啊，但係唔知家客法喺樣辦保持到還可以講安好咯。係有特別去練過嘛，也係講有特別嘅環境上努力過，才可以繼續按嚟講嘅標準嘅客法。也個都感謝阿爸阿媽哦，尤其阿爸。伊迄種講，我哋迄種以前我哋跟咧結咗1年生嘅啊，我哋都搬出來高雄嘅。個一般迄種講結咗1年生都會出來有冇？你講客話要搶眼標準改少。真是的。係因為我哋阿爸阿媽嗬，尤其阿爸喺規路開都，古來路開。都好多話啦，也講跟咧建議啦，攏做唔得講，攏問人哋古來路下都講下吧。嗰時人哋喺兄弟姊妹面咧，人哋睇下幾多其他位置，人哋見到邊全部攏用下巴嚟講。係，唔係講因為人哋出來嗰樣嘅，都全部都下巴都貼標啊，唔係。係，嗰時也個都感謝阿爸阿媽。難怪哦，如果按你要求啦，嗬，嗰時候可以繼續按你講。唔過秋梅姐，唔知解，人家有對自家新年按你要求冇？冇。唔過按你新年咧，面對阿公嘅時節，阿公會同人講，人哋唔會講下話，有按你嘅歌唱嘛？而家新年咧嗬，反正也都談嘅事，18會講，18會講，但是唔講唔會講嘛，伊嘛有地位，伊嘛講個孫，係伊嘛講個孫啊，迄種講正常講，正式講古來袂講，我用下巴嚟計對講啊，伊較無法度啊，無法度好完整啊吼，但係佢糖嘅時，係含18會講安尼，係啊，有嘅真是睇都市都睇吼，真係完全都唔會呢，甚至連糖也糖唔食的呢。糖嘅食，係3月生日呢，係3月生日呢攏會糖。
啊講也要講，但是你講衝來安尼講話有冇？冇法度，因為伊係世界嘅，我該對講，用客話該講，有問題，伊用建議甲我講。一定的啊。毋過講到轉來，就問者，即個睇乜嘅時間啊？吼，想講要來做也着料理出來做生意，因為乜嘅原因啊？也個本來也個以前個總家都跟俺媽講下賣，俺媽都看到媽媽咧攏安尼上班咧出去賣啊，看到也個辛苦。以前托家總家唄，俺媽咧俺媽做好個班咧，因為我看到伊做我咧跟獨孤。過也辛苦，過說今年個跟媽媽聽說賺錢，家唄伊市場賣，都跟俺媽媽呀，跟咧數都空跟咧加幾十億，自家都跟土跟配，又跟家聽說賣，其實也個也唔會講唔好，因為有講點啊，你像安尼啊，你都可以講電視講。原來也年下都有也需要買嘅，也要買嘅，多健康攏本來已經老地步呀，有一點個有一點根深蒂固啊，有一點影響，嗰些個都也導致一個韓式嘅以後才有咁嘛，跟俺媽媽聽說。就等於講韓式都開始練習喺做生意嘅呢。哎呦，很厲害！那蘇語等於講係傳承自媽媽啦，傳嘛。傳自媽媽之後，後續的有一段時間之後，都同我想講，俺們這個按照兄弟姐妹，俺們可能有一年都傳接受媽媽的大妹，俺們其他一年都自個出來開，係安尼嘛。因為阿哥，我兩個阿哥，伊攏實踐的公家頭路。過個邊個弟弟嘅，攏實踐的公家頭路。過個都跟阿姐，阿姐嘛又出來做，那都接俺媽孫女。難得按好是孫女傳承下來，冇繼續發揚下去，那做得咯吼。這個出來做第一班人，這個係做一個大妹，也係講有主一個店面來賣，還係講沿街叫賣各種嘅方式啦。冇，我哋出來做嘅嘢也大幫我先生啦。我老公啊，伊也對也做也辦嘅吼，也個有興趣。伊也專門要高中嘅，到中嘅攏伊咧教。也去個伊整行班嘅，整個咧整本嘅班嗰度。攏伊咧做，嗰個做嘅我都負責去賣。古來都有嘅冇啊，像十中嘅啦，也大分班嗰度啦，整行班嘅嗰度，伊邊下伊整啊，我都會聽說整。整條賣出，下做條賣出，都安尼。你做咩啫？能兩公婆睇做一個生意嘅時節啦，因為頭都談講啊，談到唔能有這個一個品牌名嘅雙河嘛，錯冇？唔能自家喺幾時節都開始都講想講，有一個名嘅，係因為乜嘅原因都按你一個按貼配嘅名嘅。開始做嘅本來都用嘅呢，想講用嘅呢，客家美食來一個做一個品牌，過來你名人家攏一看到同人攏講。一個都客家妹啊，客家妹安尼，佢3萬吼，他個攏講客家妹，一個雙號一個名嘅都因為因為經過差唔多20年，20年，過個都見面啊，因為咧見面講我應該學伊個名，因為我兩個來嘅，伊個漢號，伊個建號。過個我都見面講，咁麼都可以跟你兩個人的名，我希望講伊兩兄弟攏有個共下做。咩也鳥啦，反正都伊本身也有以後方式啦。安尼啊，過個都該按到講雙好。我係有乜人咯？係乜人講？雙好，一個名好聽冇？伊講談過啦咯，也係用好多話來講，上好。上好。建議來講啊，雙好。用好啊。他人講一個名幾好，我都用一個名嘅，都係你來嘅。要因為到生意呢，
因為課堂啊，拄好後背啊，除了有一個寓意之外，佢最大係講有媽媽希望，咱也可以接受一個溫暖的感情的地位啦，吼。照顧人哋這個孩子，照顧生人的一個用意。啊，今年有將一個故事同你來嘅今年講冇？係啊，攏有啊，也嘛怪歡喜啊。係啊，反正都安尼，生人的歡喜，啊，一個名的吼，啊也好，感覺講可以。都安尼按下伊嘅，係啊。啊，你能做一個開始有品牌，大家應該都會來請人學買東西啦。安尼，啊，能固定係有啲店面嘛，還係講能像其他做生意嘅咁樣，不是在走一個市場嘅，你咧冇固定嘅市場嘅，係用辦去買啊？冇，我哋固定市場嘅。哦，喺哪一家去買啊？喺早期都咧總鎮市場，啊，過來都裡面。基本呢，下主頭都沒有市場。你看以前講啊，本社區啊，過來裡面都以前都總鎮市場，沒有市場。好，裡面都總鎮冇去買嘅。總鎮裡面都冇去買嘅都去全國去鳳龍。搭邊邊啊去。安尼幾辛苦呢？一年地步要走按到嗰個地方。幾辛苦。唔過吼，講真的啊。買啊又各有心得啦，你生意好嘅哦，就感覺講個歡喜。你各有成就感嗎？很有成就感，真實的，都感覺講個歡喜下你啊。也冇乜嘅呢，反正都按過哦，確實，以前一開始做嘅啊，他個人攏講哦，那你阿信咪咯，我做按情況。免按苦，要做按多細條安尼嘛，係嘛？人家講。啊，媽媽看到奶奶做，又真的又做好，這條做，媽媽判斷啊。也沒辦法啊，現在一個都環境啊，又看到這個時常按上網啊，按上網來做啊，冇個天數也做唔得啦，係啊，無論用嘅吼，更加也算係苦盡甘來啦。我在生年也同接觸得天數嘅啊，做冇？錯噶，真是生年嘅幾啊接觸嘅，我也更加做半退休嘅啊。真是這麼輕鬆誒！係啊，怪幸福嘅。哇，觀眾朋友，我哋小妹仔今日都開品牌係按呢來呢，唔過今日咧飯館和地波嘅產品有樣板好食呢，我哋休息啊，唔好走開哦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我哋聽嘅小妹仔來分享，佢係樣板開始來賣一條好食的料理，啊，成立的品牌的故事。啊，唔過佢係樣板做出一條好食的料理，例如講佢嘅飯館係樣板做出來變做招牌的呢，我哋繼續嚟請教佢一下吧。小妹仔，今晡日啊，我帶過來按到好食的，聽講你哋招牌係飯館做麼？魚飯嘛。啊，我哋馬上吼都先來送翻那些，因為我哋批工地背後全部係我哋飯館的秘辛，我實在吼想啊都唔掉，我哋先來送翻那些。啊，順便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到底我哋飯館有哪條嘅特色，本變做我哋路卡嘅招牌，好嘛？好，路卡魚飯啊，也飯館啊。開始嘅我都本來用沙拉油來炒，裡面人感覺到有沙拉油嘅啊，米絲啊，唔可以嘅呢啊，裡面我都用豬油，你都講豬油，按嘅咧從頭切開一煸，先煸起來炕，先煸起來炕，讓開始按裡面以前一個油飯啊，一個飯館啊，以前一開始嘅啊，我攏用老米嘅。用老米來做，一般嗰種人攏用老米來做裡面咱家拿一整哦，比如講我哋往啦老式派，那變下一整，整出來一個飯館啦，讓去炒米，其實一種方法啦，唔錯噶，因為你用老米做有嘛，跟你米老變下水老嘅有嘛。跟你米跟你鹽線啊，都半水流走嘅。半水流走嗰個呢，一個飯館啊，唔再炒，安尼鹽線啊，都唔會，水嚟都少用嘅。其實真是一樣，真是用米，規廠嘅米一整。
蒸出來過後，伊個麵啊，那會有鹽心，你洗了，那會有個呢，洗了鹽心又薑米，一個都品牌都有誒。哦，難怪。小妹姐，調到安尼是啊，真是雖然講一個飯館更加失敗人迄個吼，但係人係有人係好食的感覺呢。個口首先個口感吼，口感安尼來講，佢球呢，你個係全部糯米嗎？全部都用糯米，但是有鹽咯、蔥咯來比例。我做乜叫安尼分咯？因為你個呢鹽，那呢鹽咯啊，鹽咯有鹽過鹽，蔥咯過冇鹽，我哋弄像我哋見到我哋用雲南的米，當喺我哋台灣的米，食起來都幾好食，尤其係講像你頭頭講嘅，我鹽失敗鹽，又唔會甜鹽，食起來淡薄球呢，我哋喺煮嘅時候要煮一久啊。我哋弄差不多像見到我用生米一蒸，一邊我弄用鍋爐，用鍋爐來蒸都完全弄7、8好嘅。我哋差不多蒸40分鐘，要浸1點鐘，浸米一定要浸1點鐘。因為冇浸過你個米啊，唔會軟化。嗰時講一定要浸過，要浸1點鐘。你浸鐵久嘅有冇？你個軟心啊，都會磨嘅。嗰時講都浸1點鐘都好。包括連頭都安尼是啦，有個一時嘅係用嘅，做冇？用嘅，還有個豬肉，搭配起來唔會講像個炒酥嫩咁樣，很有嚼勁，但可以炒嘅個豚還可以爛啊，就是說唔會講像人家有嘅吼，真是炒酥嫩咁樣，清炒吼，清到像那口香糖咁樣，人哋做炒得骨順嘅，唔會呢，其實好食咧，人哋料條底杯啊。個米是全部都走啲米底杯去。錯，我哋弄個呢米蒸好嘅，一個料，一個個呢豬肉另外炒，炒嗰個一個咱家嘅呢用嘅下一炒，炒嘅裡面一個油飯啊，一個飯乾啊，係蒸好呀，都講下一半都錯得咧。唔過最主要哦，最主要人嘅呢東西要拉白。像蔥頭啦，嗰個黑皮啊啦，一天咧裝下拉白落，你裝唔拉白，你調工減點嘅東西都冇。真是，一個底杯蔥油嘅靈魂，人哋講嘅都係個蔥頭，個蔥頭差唔多100做，要用1多斤啊。每天咧啦，每天咧啊，可能根本呢廿飯館可以多，我都準備多，但是我蔥頭太不能。現炸，現做。根本你愛買嘅，根本你都炸，嗰種每年都愛炸。每年都炸。哇，太辛苦了吧！為了愛新鮮，每年都愛準備安尼哦。有啲人伊會裝伊來扛，唔過伊裝來扛，伊愛感覺講一個米線好唔香。可能過年都就賺下咧。其實唔講我會做嘛唔到位啦，但是每個人的做法唔同樣啊，我有我的堅持，我都講我希望講我從頭現炸現做。就等於講，唔止家料理嘅堅持都，每個都會新鮮，包括連一個料從頭都會新鮮。因為人家個東西你炸一落嘅，你見你煮香嘅時間嘅有冇？你直接都該裝啊米底部去，你想看那一個米會香冇？真是啦，都頭頭你就算安尼。失敗人迄個也係幾好食，唔是少少是安尼食也幾好食。係啊，像我喺市場買一個飯館啦，然後攏講啊，一個飯館人人食嘛幾好食，因為我攏用人過去，用人嘅過去啊，你仲係用燒魚有嘛？燒都拿市場有嘛？好，你今日你冇計隨人來啊，你燒魚啊。因為伊個有大腸桿菌啊，有時個講我編制，講啊講啊，今日咧安尼飯館啊，講啊會有做米絲，嗰陣我都隨人嘅啊，我哋今日咱拿市場去買，係啊。像係即係唐講啊，除了一個飯館係人哋招牌之外，另外還有一個特別咧，應該講人家承認講，推薦講最好食咧，都係一個乜嘅啊，蘿蔔飯。
恁蘿蔔飯堂講係分兩種口味，係哪兩種啊？我而家做嘅呢，有長把手菜頭粿，我喜歡做嘅呢櫻花蝦嘅呢鹹飯呢。伊咧單純係肉做嘅，伊咧係櫻花蝦嘅種肉嘅。全部一個蘿蔔飯，一天要用2年以上嘅米。那種啊冇用2年嘅米有冇？其實那種啊3年呢，你嘅米都做落會少少啊。你那個米，我要堅持，我要用2年嘅米。糯嘅米。用糯米。係啊，你洗呢哦，你做出來一般呢，我有水。我應該經驗是安尼啦。過，迄種啊講用一個2年嘅米，堅持用2年嘅米，伊磨的，吃食都用滾水一頭。那種啊，你裝起來鹹飯呢，唔識講啦，咁樣咧。我都剛想講奇怪哦，有個條到安尼皮啊，皮烘嘞，伊個有個係櫻花蝦嘅啦吼，佢下面個香味一定係重咧，你看一開底杯不用一道嘅鹹味啊。哦，不用這麼多，係啊，真是這麼多。你試過啦？你試一類嘅有冇？你試過啦？你唔好咁樣講，有個鹹飯嘅呀，好，你話試咗個，有個米又唔壞咧，搶嘢。有啲人做提粉呢，用嘅呢菜來粉做嘅，一個水落去搶嘅素嫩用嘅，安尼 QQ，你一種嘅唔會，水的話呢都米聞得到那個米的香，吃得到米的米絲。等下我鍾妹仔，條到嘅開啊，係說紅嘞，真是全部都係鹹嘅米絲，但係唔係咩種製作，但比如講嘅開角度嘅嘅先切本啊，吃天然塊嗰陣時係咩強用很多嘅米絲，好冇？好。你做過啦？強用呢？你喺用飯做到調到安尼，真是要用糯米先可以食得安尼按球嘅口感呢吼。因為做嘅你聽到釀東西，我最主要係講過嘅釀東西，唔單止講釀一個東西好食咧，最主要釀料嘅食材。係啊，料食材要有多，甚至於講更加係冇蘸醬。強用好食呢，係啊，你打醬汁都幾好食咧。一個建議咗喲，因為越香哦，冇上牙啊，得上牙吃下就講講我奶咧牙絲落要煎咧。哇，像吃一個量嘅人都可以提講，我準備在你能做的真是貴食材，地杯按用心嚟做，難怪按好食。唔過除了一量嘅，喺面還有其他嘅可以燒嘅啊，像一個鍋貼咧，我冇看過，一個係中算中嘅嗎？一個都含到香蓮種，要一般幾道嘅呢，也唔係講幾道啦。有啲會噴作嘅，鹽都會用到。一般嘅市場都冇拿去賣。一個都特別做嘅。有人天當有嘅。啲本嫩啊，香菇啦，幾道種。我都計擺啊，整齊。等下我哋先變紅了，冇問題，但你拿咗，安尼嗰啲乜咧，我聽白講過，甚至於講連一個糍粑呀，唔能強用買本人下嘅時間，強用安尼一包安尼本人啊，更加幾少看到嘅呢？大家都習慣好種嘅好嘅，佢種嘅客家嘅糍粑嘅。冇，我用呀種嘅買嘅原因哦，最主要都呀搶嘅咧，嗰度人啊，有啲位啊，搶2啦，也講啊嘅咧呢，有啲人會拿糍粑去衝呀，按過呀嗬。我攏跟人下講啊，講啊，一個啊都人個土地公啊，念吹秋啊，念咪那用一種個念，唔好講啊薄片咧，一個都真實咧，一般真實咧，一個正宗嘅呢，安尼糍粑嘅，一個都安尼啊，對我攏教人下講啊，用落嘅頭一時空，面一時空咧，吃只去裝個呢飯底糊，一種嘅一天都用鹽糯去做，鹽糯去整咧，一般咧種啊，人家用蔥糯呀，都冇安用心。哇，觀眾朋友，冇想到真是幾好食呢！就會在今年都開料理，唔單止飯糰好食，糍粑也好食，甚至於頭到時的蘿蔔飯也好食，米咧吼，真是有其他價值，也有就會在今年的堅持的地步喲。不過啊，就會在今年還有幾多神奇的故事，休息一下，我就可以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
前面是咧，像我這作為暗號式的飯館啊，同那滷配飯，哇，真是當蠻好吃的。但係食的時間，佢就面到講一件事情咯。其實暗號式的料理啊，假使講適唔適保存，放喺冰箱肚之後拿出來，還可以繼續暗號式嗎？繼續請教一下像我這咯，像我這，我應用地度啊，我能做面食的東西，過多呀，適唔適的時間放喺冰箱肚，拿出來之後，不管用辦去處理，佢都。口感上都會變化的，有法度講，本一條放喺冰箱肚，再拿出來一條米做嘅米食，還可以暗號食下。可以啊，像飯館啊，你可以講啊，分啊一包一包，計打扁扁，計放喺冷凍哦。嘿，放喺冷凍都可以嘅，也你喺中華講2-3日咧，你計放緊嘅冷藏度哦。你喺中華放差唔多1禮拜，1禮拜有2禮拜。你都該打泡泡的，打泡泡的，該裝啊一層一層，拿出來，好，差不多常溫解凍，差不多10分鐘，拿一整，差不多25分鐘都好。哦，先解凍之後再去做那個蒸啊，就可以有暗號食。就差不多25分鐘，蒸起來都一模一樣，絕對唔會變質。唔過其他班呢，嗰種像風班的啦、糍粑都可能冇法度的啦，吼，嗰種。班呢，嗰度反正也仲係伊邊最主要一個班呢，我哋也冇一邊嘅呢，冇一邊防腐劑。或者講啊，當然伊烤嘅時間都冇咁長。但是一天都會變。反正啊，都要趁新鮮，然後叫放喺都市地杯都做嘅啦。假使講像飯館可以放個久一些時的，咱可以放冰箱地杯。對，都係你冇錯。你我想請教一下像咩時候？其實我哋都提講吼，做一道米做嘅米食啊，一定係冇簡單。像你自家係磨米漿嘛，或磨米漿啦，或炒料啦，買出一道嘅。你自家喺做一道嘅時間。最初能睇賣嘅時間啊，差唔多1年花1到2點鐘嚟做準備一條嘅料啊。這樣頭哦，這樣頭5點都要開始做好來做。做嘅好菜我先生過10萬，然後伊嚟做，伊帶份2-3個員工嚟做，一開始交嘅。過。用伊咧指揮，像種嘅嗰條全部用伊咧做啊，我都負責買，但是我開來嘅，過後呢，我下大半班，我做乜嘅，我做，1年嘅時間咯，差唔多做至少16點鐘。哇，16點鐘，16點鐘，超過，還有時間睡夢冇？冇乜個時間。你既然講人家看到講你做完辛苦，人家問講，那你阿信咩？那有看過個咧，那片嚟講阿信的故事，嚟講，那你阿信咩咯？冇攞做完咧咯，爸爸媽媽看到人辛苦，會傷心麼？就這樣子啊，冇樣咯，比較成敗啦。以前的人都安尼啊。不過有這個，因為按嚟做過辛苦，又想講，我可以考慮講，冇買按多嘅品相，減少一些是，也係講轉化去買別的東西，有按嚟嘅想法冇，甚至於講，你自個有一個發洩情緒，也係講疲勞嘅管道冇。以前冇想咁多呢，以前都根本講啊，反正都做都係的，反正都要做。反正都要做啊，一方面腦地波也要經研究，一個東西按樣賣那會好，按樣做那會好食。做啊真是太疲勞的，有一半日你想唔到的。你半日差不多11點的，11點的還咧洗嘅咧，也太多的碗，還咧做嘅咧，還咧碗咧擺咧碗，你嘅咧。盤咧，佢就俾安太嘅盤咧，一全部攏換，過凍唔掉，全部佢換到就緊烤，我數下要下啦嘅，烤嘅咯，冇出啦，要咩嘅留意咯，要咩要做。哎呦，哇！等一下哦，做咩啫？你講做啊，太快嘅，結果睇洗碗嘅時間洗到個就唔想做，將總把嘅那個碗拿出來全部烤起咯，烤嗆。講唔係喺用到啊，係咪要再重新買過？錯當下都冇安尼想啊，哇，都冇安尼想啊，都安尼過來嘅啊。
真難想象嘅畫面呢，這種天時地利也係講天陽地利，這樣看得到安尼嘅情形。對啊，也個都真是人，嗰些人哦，唔好做我太疲勞。人真是唔好做我疲勞，嘿，都好，係啊，我哋都送一台人咧。嗰些做下來，下一台人更加都唔會人上嘅，更加洗碗啊，佢方便咧，因為洗碗唔是用泥洗，而家都用機來洗嗰度嘅。係啊，呀，都安尼做，係。吳先生，也提供有做一件事情冇，洗碗洗到靠碗。有咯，也個用叫攏機碗咧，嗰隻。叫同錫一下冇，鼓勵一下冇。冇啦。也冇啊，對啊，但是都做我都。人已經頭腦已經都沒有意思呀，係啊，踢佢，係啊。好似面咯，唔知家喺某個時間上講，有一個傳承一個部分。而家嚟一開始當唔都講同佢哋講，有個名嘅係唔能品牌哦，係唔係唔能我準備接受佢哋，即係原本就接受一個新嘅嘛。有啊，係兩個嚟攏歸歡喜有一個名。今年差唔多一到4時間，今年都準備來接受。鹽哦，鹽今下都已經熱來做嘅。個廠係也睇雜嘅來，伊也真係厲害。伊廠我都講過咩？以前用米撈出來米冇共用，伊都去睇人去學，伊睇人去學嘅有嘛？伊都過來，伊都全部都改。伊都講啊，一個一樣做，電腦好上個厲害。第二隻個呢，也3萬，也曉得講你學講啊，也種嘅一樣去做，那麼合適，也有研究，嗰些一細項。嗰時候講見唔可以像其他些年，有會講你係碌下做事咧啊，萬事都睇好強到嘅，但係辛苦嘅，見唔敢接，又係講唔想接，冇呢嗬。唔會呢，電腦佢自己有想法呢。唔會，人攏有人的想法，人有人的想法啦，人都想講像我哋今下咧，像我哋今下咧路往跟人所見嘅蔬菜嚟買有嘛嗬，人慢慢都講一個迄吹落杯，吹落杯跟人接生意，因為講一個係呢地下工廠，嗰時個人出價又想講來做一啲真實的有長燈嘅，可以真實你來做嘅，係啊，兩樣天佢有頭腦，嗰隻我欣賞。嗰時候講今日自家有心肝都有準備嘅，要準備嚟接受。人更加算退休嘅嘛？半退休啦，要接受。唔過人傳本期嘅時間，我有同佢哋講，慢慢人對一個品牌嘅堅持有樣嘛，希望人能繼續下去，有安尼同佢哋講。有咯，人攏對，係攏跟人講，食的東西，你敢食，唔能不認識；你唔敢食，都唔好不認識。有個東西做出來，你吃個要先食，係啊，你食唔得東西不認識，係啊，都做唔得，人攏對，係。做咩啫？更加後生嘅同你接觸之後啊，見人又同討論過，好似你見人對一個店面、對一個品牌有樣辦嘅規劃嘛？有些人呢，人更加人兩樣天嘅想法都講，熱嘅呢工業去做，拿到嘅呢長燈。人更加想法都講，也要做禮盒啊，做網絡，嗰個本人下個方便，嚟買都有，也講人可以栽培，人下愛到，人都可以送過去，未來大都演的藍圖，這人呢有興趣，人都完全支持，也希望講這人呢演一個做嘢東西，要堅持，做乜東西都要得良心，都要得良心，個人做下嘢，做下去，講真的，人也會歡喜，種嘅真係條每下哦，條是當人咧翻講個好事，人講有做呢個厲害，人又想推出嗰種人講蜜月送嘅翻講冇，有睇做嗎？有啊，更加嘛有啊，雨天嘛也講，人平時都有睇做。我哋平時就有嚟做，像而家人家迄種講比如講你都睇迄種有小 baby 啊，人都先你唔可以嚟教人拿試吃的，我哋都不用錢的，唔是錢的，人都來拿，
安尼我不能食可能，安尼感覺講唔會炒，唔能來講人當。安好哦，試吃還唔值錢呢？唔是，啊，我說講唔能會配合講人下嘅需求，講哎，人哋油飯底部還可以配合，比如鳳卵啊，又比如雞腿啊種嘅。有，伊啲底部，伊啲底部有講啊，咱油飯咧，油飯乾咧，啊有講啊2粒卵，有伊啲離合，啊有卵，有嘅咧雞腿嗰度，啊。雞腿2個卵，特別飯乾，啊種伊啲離合。安尼幾好呢！我身上係同我朋友們咧，嗱，雖然講這個還用唔到，然後還係夾來試一個油飯單純的路，唔是聽到厲害啦吼。可以啊，非常歡迎。好啊，現在試吃一下，咁來講。觀眾朋友，今日啦，真歡喜有請到我哋主持人來到節目裡邊。認識到伊個安和嘅亞洲做出安和式嘅料理，也本來哋講，原來我哋都市都嘅地方係變到安和、按正統嘅我哋傳統嘅客家美食哩。希望大家有機會來到高雄嘅時節，可以去武廟嗰邊來尋主持人，所以講那些我哋傳統嘅客家美食哦。再一次感謝主持人，我今日帶來安和式嘅料理同安精彩嘅故事，多謝哦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，大家有機會，有時間來高雄來親愛雙好，試下嘅飯乾，試下條飯呢，非常歡迎。好喲，坐到更加有個位上，咁我呢，今個聽眾先生來圓通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氣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，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，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。